再来改啦吼，即嘛都直接用啦，直接都个用了。好，来1656年3月2223吼，咱地方会议拄则读煞啊，3个吼进展就较慢吼。拜三甲拜四这两天无发生重要的代志，游园一直拢是好天透西风。今仔日阮敢若收到政务员 Cornelis Verberf 对小人寄来一张批，是答复阮伫个本个月20号对遮送去互伊的迄张批。伊伫批里讲，小人甲道路国的居民一般拢对因迄边的西那人北上的毋情愿有怨言，特别是因为迄寡北商毋肯按照发北公告呢所定的价数来收买鹿仔肉，是随着因家己的想法来支付吼。一支即个鹿港即个后腿吼，即个港鹿啦吼，鹿港的即个后腿，敢若要付6个。Double Stuvers 吼，一支同款，即个鹿港的即个前腿头前腿吼，支付2个 Double Stuvers 吼，讲是20 cent 吼，啊，拄个6个就60 cent 吼，后腿60 cent，头前腿20 cent。安尼的价数，上述迄寡居民认为讲是无公道吼，要求对此来主持公义，并且呢，拟定需要的命令规定。小人的人佫要求讲，允准因佫再一次集体出去拍蜡，以便互因会当借此来还清欠北商的债务等等。有2只篷船对西那沿海来到遮，坐21个查甫。再来35担盐、10捆的粗纸、3拿的地米，甲10捆的棒。由6只篷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坐137个查甫，甲下列的物件：28,731斤鹿仔肉，13,259斤咸鱼。43462斤帝王鱼，822斤虾啊，125斤鹿仔脚，18400斤糖水，50担的大香木，3担一级品的丁香，7罐乌漆，甲70担鹿骨。3月24拜5，也是同款的天气甲风向。上午，这个城堡考警的法务议会召开会议，阮对派驻新港的政务员 Peter Burns 收到对遐所寄来一张简短的批，无啥物重要的内容，只是你答复阮顶一次寄去互伊的批。对于这张批，阮也看到讲，迄边的原住民对迄寡北商毋情愿照以前的命令来支付鹿仔肉的价数表示无满意。大部分和政务员 Verberf 对小人写批来甲阮讲过的情形相像吼。一支鹿港的头前腿支付20 cent， 比约定的价数搁较少。如果原住民表示毋肯甲鹿仔肉以遮尔少的价数来出卖，迄寡北商也原来无要插因吼，就是毋甲因买。等到迄寡原住民生活上有需要的时阵，就会摕去求因买吼。新港地区的迄寡长老就要求讲，允准因的人民去举行一次的集体拍蜡，就像伫咧即张批内底所看到安尼。所以即个平埔族吼，平埔原住民伫即当中其实生活着诚艰苦啊，好，有3只篷船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坐44个查甫，载去12110斤鹿仔肉，15628斤帝王鱼，
2584斤咸鱼，321斤虾仔，7900斤糖水，800斤福尔摩沙丁甲6担鹿骨。3队有2只胖船来到遮，其中1只对西南沿海来，其中另外1只对平湖来。合计做40个大埔载来下列的货物：47罐西南的麦仔酒，46担盐，250包西南的薰草。13捆粗纸，28斤油，250捆稻罐，14捆的面布甲8袋米。3月25号拜六，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又搁开庭。今仔日由西南生理人叫做胡哥，首先将今年新收的糖交予尊贵的公司。天气非常的好，有微风对西方吹来。有2只胖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47个人载去11399斤鹿仔肉，14142斤帝王鱼，3386斤咸鱼，221斤虾仔，14300斤糖水，360尾的乌鱼，1500个油豆饼，11大刀的面粉，7担鹿仔骨。60担的胡椒，100担的素木，60担的蟹，35担大香木，甲11袋一级品的丁香。3月26礼拜日，大家晚。阮也收到迪罗山的政务员尼可拉斯。瑞尼尔斯先生对遐所寄来一张简单的批，伊伫批里甲阮讲：“哦，那大家拢来投啦吼，扣通号的就对啦吼。”批里甲阮讲，遐个当地人也真强烈来批评迄寡西南北商，因为因比迄寡北商胁迫吼，爱用1只半的鹿仔才会当处理1只鹿的公定价数吼，就是出1只鹿的价数，但是要甲你摕1只半吼。而且因犹阁必须要接受现款，袂当换出货物，因为迄寡北商经常常讲假做讲欠货，无货通用来支付收买的鹿仔肉。迄寡北商安尼做是因为现款无利可图吼。而即个货物，因知影讲会当安怎用来趁钱。面对即寡怨言，迄寡北商辩解讲，现在鹿仔肉伫西南无啥物市场。价数日落，因嘛必须要按照以前的原价来收买，因将无法度来维持。除此以外，迄边的情形一切良好如意。今仔日迄个名叫做德罗过的少年人，卡马扎的即个后爸吼，对大都南社来到遮，要来替伊即个。stepson 是要安怎讲？我真正袂晓吼，我查一下。哇，这个 stepson 无离店书店有收呢。台华线顶书店直接价注无某囝，毋是无某囝，无老母的囝就对啦。嘛毋对啊，为什么叫做无某囝？好。情人囝，这义台语内底人叫情人囝。
我知啊，即马看袂到即个英夏书店啊。我看阁有无英夏英大书店。有啊哈，夏英大书店哈。汉字罗马字，那无英语。有English definition 哈 ，stepson。stepson。To maltreat or oppress a stepson， 情人囝，启夺情人囝，启夺是啥物意思？启夺是 to treat harshly and severely as a woman does to female slave 吼。启夺，阮拢讲苦毒啦吼，伊哪会用即个启夺？我毋知吼。我来查一下启夺 ，KHE 第二条夺 TOK 第8条。大理大书店竟然无启夺，这是夏英大书店有启夺对啊，启夺啊。好，启夺情人囝吼，伊其实是一个类词，叫做启夺情人囝吼。因为后壁解释就是 to maltreat or oppress a stepson 吼，就是苦毒情人囝啦吼。OK， 所以确实有这种讲法咯，情人囝。OK 啊，我看看倒位有 stepson。stepson， 后头 wife's own relations said in reference to herself, sometimes also said of the original relatives a stepson. 就是你的情人囝，因的。有就是你 stepson 伊迄边的亲戚吼，含你其实是无关系，含即个，所以就是后头叫做后头。stepson 其实嘛是干那安尼尔，竟然无收 stepson。我看嘛，多加一夏英书店哦，就是这两个。好，甘利店我看有无？无。好。情人囝，好，欢迎大理大书店查一下情人囝 ，CHENG 第5条 ，LANG 第5条 ，KIANN 第2条。好，大理大书店有收啦吼，情人囝吼，他是情人囝。就是情翁或者是情某的囝，吼。后母苦毒情人囝，
这例句啦吼。情人囝毋敢食后母奶吼。唉，这古早时代吼，这观念就歹啦吼。对情人囝其实，你看这态度，例句拢一寡就歹吼。我真正害头了吼。好，咱转来即个历史车吼，讲今仔日迄个名叫做 Terrago 的少年人吼，卡马恰伊的即个后爸吼，对大肚南下来到即个所在，要来为伊即个情人囝请求领取灌汤。即个灌汤，因为伊伫咧做军举行的地方会议无亲自来出席，所以笔阮甲伊扣留落来，爱等到伊家己来才要交互伊。伊来到长官阁下遐时，阁会室咧讲，伊因为对田寮跋落去，骹着伤，所以袂当来吼。关系到迄个少年人卡马加，因为年纪还细汉，所以无来。毋过，阮如果希望伊会当来，伊将会当促使伊明年来出席电会，伊就是明年会带伊来啦吼。阮就真严肃来命令伊，爱命令迄个少年人卡马加明年来出席电会议。讲即寡话煞了后，阁勉励伊一定爱困伊接受，并且爱维持和平。然后就将灌汤交互伊，早转去互伊的客囝，毋是客囝，早转去互伊的情人囝吼，并且互伊真满意，而且真欢喜来转去厝里吼。客囝毋是继子吼，客囝是领养的囝吼，叫做客囝吼，或者是义子吼，华语叫做义子吼。风对南方吹来，天气良好。今仔日是周主的圣日，吼，就是礼拜日啦。3月27号，礼拜一，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搁再开庭，对规啊做歹代志的人审理到像明仔载将要公开宣布的罪犯判决书迄款的判决，吼。根据联航员Sic Peters 的报告，今仔日台湾港岛的入口处水深12尺，无定有的即种水深。天气良好，就像前几工安尼。有3只航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本岛南边。做26个打补，再去27个面部，10包鲜仔薰草，20担盐，10个饭粿甲2道米。3月28号，礼拜二，上午公开宣布，昨昏伫法务议会对迄6个公司的努力判决。今仔日这篇真看起来真恐怖吼！这6个人有5个长期伫咧佛罗摩萨的庄卡靠着流浪、偷窃以及其他重大罪行来过日子。第6个是迄个甲一个黑人少年拍正重伤的人，也宣布对，过来是括号写讲，也宣布对3个佛罗摩萨查某人的判决。这3个塔楼下的佛罗摩萨查某人真残忍，来当作害死江春年的一个查某，也宣布对上述塔楼下一个名叫做Tarosek 的佛罗摩萨人的判决。这个 Tarosek 和上述被杀死迄个妇人人有一段长时间的性关系吼。伊是造成上述迄个妇人人被杀的原因，因为这个凶手呢，就是伊家己的某甲伊的2个这个侄女啦吼，就是孙仔啦吼，侄女。等下我查一下，这个应该是读侄啦吼。侄女吼，侄女吼。
就是凶手杀死人咧三个查某人，就是伊的某甲伊的两个孙仔，两个侄女啦吼，就是爱叫伊，可能叫伊阿叔还是阿伯啦吼。即寡罪犯拢来到现场了后，因杀为什么杀死？就是迄个查某人含因的即个阿伯还是阿叔，就算行奸淫嘛吼，行奸淫，所以叫这三个都甲杀。即寡罪犯拢来到现场了后，先甲迄个上主要的路麻，名叫做 Louis Van Amboina 的正手甲剁断，然后甲伊吊去个假形鸡啊吼，就是假形鸡，假形就是用吊斗的吼，钉伫个即个假形鸡顶，互伊死去吼。结果毋是用吊的，是甲伊钉死的吼。另外一个是伊的共党被鞭拍吼，烙印，我看者烙印要哪读？哦，这较足早之前捌读过，结果我袂记吼。就是狗仔着皮肤边，狗仔着皮肤边，安怎讲呢？叫做着路，就是即个，但是路着，是路，我记是就是着路啊，路吼，路还是路啦吼。还是落吼，小雨，看嘛，落就是落吼，草黑落，草黑落吼，草黑落味吼，草落，草定落吼。这是甘利店吼，规则吼，烧落吼，另外一个是第七声叫做烧落，火烧落就是火烧了所存的米，火烧了所存的米叫做落吼，或者是烧铁碎印吼，毋是啊，烧铁最印吼，烧铁最印吼。叫做落哦，落雨哦，落雨就是雾迄个一个雨出来吼，所以是落哦。我那读落啦吼，因为落甲落是臭味的意思吼，当然是好烧的臭味吼。落是即个动词吼，但是咱查者词典看安怎写。我看嘛，声形汉字查，老，敢若收老尔吼，或者是漳州腔叫做老吼，交搭叫做老吼，比如讲例句，好老啦吼，我毋知爱变调无，好老。火啦吼，就是有人讲火，有人讲好，有人讲火啦吼，火落好落吼，刷落去，就是臭火打烧去吼，烘甲落吼，烘甲落吼，另外就是落吼，另外即个落有第二个规则，就是狗仔顶的皮肤边吼，所以我拄则无记毋对吼，就是落。狗仔着落吼，若是漳州腔叫做狗仔着落，因为我细汉就是听人讲，拢讲着落啦，所以我一直知影讲着落吼，狗仔着落。若落呢？因为这看拢无迄个烙印，迄个落雨，拄则有讲落雨吼。我来用落，我看查会对的落。落，
但你大词典无落号，我无。我咧看用 Wildcard 落找，敢有我都找着？无。啊那青号客头前咧，无，拢无。青号囥头前，拢无。敢若今年顶有收即个录的音啦吼，录音啦吼。好来，咱转来日志继续看来讲即寡刑法吼，拄则一个已经定死啊吼，正手先剁断才定死吼。一个是伊的共党被鞭拍录音，也袂煞挂掉正边的鱼仔，并且爱挂锁连1年，拘禁1年吼。好。第二个，过来第三个，也被鞭拍录音，也爱挂锁连1年。另外，这2个人有一个爱搁等咧1年中每1个月一遍，另外一个每2个月一遍，绑伫咧条仔来鞭拍吼。就是毋是即道刑了就准煞吼，是逐个月爱搁来一遍啦。另外一个2个月来一遍吼。哇，真硬到吼，真正硬到。做即个歹事的其他的2个人被鞭拍，挂锁连1年，而且1年内每3个月爱搁拍一遍吼。有人吼，真香我咧食香，餐我咧食餐吼，这足粗，这真正足惨，足残忍的。上述迄6个人当中吼，拄则讲的这6个人吼，第6个人被鞭拍录音，挂锁连6年吼，就是这第6个可能是迄个拍，甲迄个即个黑人少年拍出重伤迄个啦吼。好，过来讲这3个负认人，上述迄3个负认人被鞭拍，并且被赶着，哎哟，我想讲这3个爱判死刑的，结果无呢，并且被赶着出因的村社。含规个南区，就是爱赶着出村社，而且爱离，因是南区的吼，赶出南区50年，流放就对了吼，50年。毋过第3个负认人，因为怀孕啦吼，因为有心啦吼，所以免拄鞭拍，免拍。最后，上述迄个南区的居民，就是上述塔楼啥名叫做塔罗索的迄个福尔摩沙人，迄个犯罪啥物做袂记，我看嘛。就是迄个含迄个豆的，叫迄个含另外一个查某行奸淫的即个塔罗索呢，被鞭拍录音，挂锁连10年，哇，挂上久的啦，就即个啦。拄则迄6个那罗摩，迄个嘛上侪嘛挂几年，6年哦。煞袂记挂对啊，迄个上久的挂6年尔，结果遮挂10年。只是敢若讲含迄个查某行奸淫，地高讲。到尾互抬死尔，好挂10年哦，实在是硬斗，而且爱阁被赶着出福尔摩沙南部50年，
天气犹原真好，暗时要有凉风对西北风吹来啊，真正是悲凉的一天。快艇苏特兰的河内栈桥停靠，要来装运淡水甲鸡人需求的需用品。有一只小胖船对西南沿海来到嘉泽24个大埔，再来45担盐甲130捆的稻罐。3月29号拜三无啥物代志。有4只胖船总算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95个大埔，载去14077斤落鸭肉，18106斤的帝王鱼，3257斤咸鱼，194斤虾啊，7050斤的糖水，600斤福尔摩沙丁高胆一个地麻。43道豆仔1200油豆饼，8篮的虾仔粉，透西北风好天。即嘛拢咧卖海产啦吼。3月30号拜四有凉风对西方吹来，今仔日海军下士 Peter Garrett 对主卡，咱来看这个 Peter Garrett 是卑南的海军，伫卑南吼，就伫台东啦吼，迄个海军下士，1657年4月。伊以中士的官阶去遐任职，虽然1661年，即嘛1656年啊，结果伊所以1657年4月伊才去卑南任职吼，是安尼吼，不管吼，就是末年的4月啦吼，伊升中士，虽然1661年春天伊被退换。就是去到遐4年后被退换，但是伫咧郑成功占福尔摩沙岛大部分的西平的期间，伊和一寡逃亡的公司人员继续留伫咧卑南。1662年2月，日兰亚城投降了后，伊被释放，前往巴达维亚。好。咱较早一直拢无想到这样代志吼，就是讲，人家写被围城的时阵，其实足侪荷兰人是散伫咧外口，伊无伫咧城堡内底，是散伫咧台湾的各个所在吼。迄寡人到尾下落是安怎呢？咱较早，我相信恁从咱捌去想着吼，咱渐渐有读着一寡吼。好来，咱来继续来读吼，今仔日。海军下士 Peter Garrett 对伫福尔摩沙东边的卑南经由陆路来到遮，伊是被中士 Jacob Dusseldorp 派遣，早着一张数期是本国月24号的批来交阮。批呢甲阮讲，今年正月19号被派对处队对遮啦，对台湾遮炸一寡面部去卑南的迄个士兵，伫咧七家东甲道纳中间的乡间道路上，遭遇到迄个地区的居民无友善的对待吼。即只地名伊拢写汉字哦吼，七家东吼，七家东个有7个啦吼，七个数字迄个7，道纳哦，刀小的刀纳，出纳的纳吼，纳小的纳啦吼。所以呢，受到无友善的对待，所以胖见13匹面部是被迄个地区的居民偷摕去。对此，该杜塞多要求阮，就是伫个杜塞多是中士，就是卑南的中士，要求阮对此地去调查看卖。卑南一带一切情形拢算真好，定定有伫咧北边的村社的人迁徙来挖卑南的所在来找所在大。迄边面部还佫有73匹，根据校谱计算，迄边几年啦吼，爱用来交换米甲其他野蛙支出的面部需要118匹。伫迄边的公司的牛，包括大只甲细只，总数已经增加到115只牛吼。迄边就台东遐啦吼。迄边需求的物件包括着24支有圆扣的藤条，就是圆汤啦吼，要用来替换迄寡压积去的圆汤。伫咧
东区地方会议要分互迄寡长老，因要求讲，互派驻伫遐的13个人的额级啦吼，也要求讲，若是有可能派几新的士兵去因遐增强兵力，也要求几大袋的米、药啊，甲其他的物件，详细内容会当对即张批看到吼。3月最后一天，3月31号拜五。后半夜忽然间透起相当强的北风，而且持续一天，天气一时啊完全改变哦，一时啊拢完全改变去。今仔日阮收到政务员 David Harthauer 先生对胡某人寄来一张批，预期本个月26號，这张批伊分几个要点，叙述对该境该地区白社意见吼。就是分几个要点来讲起要安怎改进该地区白社的即个意见吼。首先，因为迄寡北商主张原住民应该遵循平常的拍蜡的规则，但是即寡原住民拢还佫认为讲，因必须会当家己决定要安怎拍蜡，这嘛是上公道、上正当。因此呢，应该伫咧举行白社的时阵呢，一开始就要甲即个情形讲互清楚。以免以后有借口可言吼。这段看无解有到底是啥物意思吼？好，又搁迄寡原住民也恳切要求，因的鹿仔肉也会当卖到含低落山社人烧香的价少，就是一支公鹿的腿会当卖到五个，就是100仙吼。我袂念啊，都5个 double stuvers 吼，就是100仙，也就是1毫吨吼。哇，1毫吨100仙，所以因呢一支鹿腿卖1毫吨就对了哈。一支鹿仔母的腿会当卖到80仙。如果伫咧交鹿仔肉的时阵，因为无了解，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有时会甲一只成熟的即个鹿吼。当做是鹿仔囝咧卖啦吼，因此北商甲原住民中间就引起争执。为着要解决即种争执吼，冤家啦吼，起纷争吼。为着要解决即种争执，一只6个月大的小鹿仔吼，就应该爱算做一只。就应该算做是一支公鹿的腿，就是细只鹿仔就当做一只公鹿的腿啦吼。一只1号的即鹿仔囝就会当算做是2支公鹿的腿。另外一只2号的小鹿吼，鹿仔囝就应该算做是3支公鹿的腿。安尼就是安尼类似吼推算。一直到所掠到的算作是成熟的鹿为止。伫咧交鹿皮的时阵，2支公鹿的腿，或者是4支母鹿的腿，拢会当算作是三领公鹿的鹿皮。这个情形到当拢也无明令规定。好，而且精美的。我看一下时间，褐色棉布，哇，褐色我袂记褐色要来读，褐色，咱一般是讲咖啡色啦吼。褐是黑吼，黑。用袋啊织袜，就用袋啊布去织帽啊吼，袜子吼，就叫做鞋。粗布嘛是鞋，棉布嘛是鞋，麻布嘛是鞋，并肩的人都是鞋吼。这是甘字典的规则啦吼。另外，我来看书店，
HAT， 无我直接用汉字hat。无敢若修一个词叫做hat符，鬼说是利息吼。从来捌听过有人姓这个hat符的吼。和服吼，服是扶持吼，扶持hat符吼，扶持的扶。而且精美的黑色棉布吼，咖啡色的棉布，含蓝色的这个幼的棉布吼，伊是精致棉布啦吼，幼的棉布。价钱嘛应该爱规定，因为迄寡白箱，特别是塔利姆、高温甲迄寡多巴雷斯，就是多巴雷吼，伫咧西罗一带吼，西罗一带吼，会存下白箱。因为迄寡白箱吼，尤其是拄则讲的即塔利姆、高温、多巴雷诶白箱，指控讲小人满岛、目加利湾社等等的社居民的原住民，伫咧北方贵做，定定来上使迄寡村社交易。甲大部分的落坡炸走吼，甲即个鹿仔肉炸走。若毋是安尼，迄寡落坡甲鹿仔肉大多数拢是会卖互因。迄寡白箱因厝来欠缺即寡货吼。即个 Hart Howard 真详细来强调讲。即个代志绝对袂使允准吼，毋过阮若有无共的想法吼，安尼就至少爱伫咧举行白社的时阵呢，一开始就爱迄寡白箱说明清楚，详细情形会当对伊来配看到。有一只小房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部，载5个查甫人，载去40大盐、2捆的棉布、6罐西那的烧酒。好。3个读煞哈，过来4个初一拜六早暗落一寡雨，微风对西北风吹来哈。阮无用咧装淡水甲鸡人需求的一批货物，到快艇 Rutland 河顶头去。今仔日阮对即个附近的外哨收到来批。哨是哨所的哨吼，外哨报告讲，迄边的状况含人员拢良好无事。今仔日有3只航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115个查甫载去下列的货物：26,230斤鹿仔肉，45,743斤帝王鱼，8,184斤咸鱼，413斤虾仔，9,400斤糖水。244斤蚵仔，2850支佛罗摩萨的藤，1091个91尾乌鱼，56斤乌鱼子，26担鹿骨，8担的地麻，14担盐，30担的大香木，甲2篮的虾仔粉。4月2号、3号礼拜拜无啥物代志，凉爽的天气，透北风。4月4号。拜二有清凉的西北风，快艇苏特兰的河外靠站桥装上会当驶出港外的货物量了后，就去停伫咧海楼顶，以避启程出港。有一只小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9个人，载来12锭黄金、10捆的棉布、400个铁的饭锅。有一只白箱的小篷船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部，坐19个查甫载去4罐西那的烧酒。4月初5拜3，天气甲风向愈动昨昏。4月6号拜4，载去快艇苏特兰德号游轮的领航员，伫最深11尺的港岛引领出港，一直引到南平停船的所在附近。满载着货物，同齐出港去到遐的迄只领港船，甲载去的货物转交互该快艇了后，中昼就转来入港，准备搁载一次来装货，要再去转交互该快艇。所以因为就是惊即个船吼，
食水伤清去做对吼，所以因甲荷尔蒙分做两只存在吼，再去出工外，再甲贴做共一只存在出去安尼吼。温暖的天气，下晡透起舒适的西北微风，为着要互四神阁下的行踪，为了要对即个四神阁下的行踪，以及因伫北京觐见大汗的经过情形，大汉就其实皇帝啦吼，得到详细又清楚的消息吼，所以阮伫今仔日对此地寄一张批去互遐的迄寡士神，是遵照阮伫今年3月11号大会决议，会对主卡第2条讲哦，偏好尔。好，是由去年10月为阮送批去遐的，去互迄寡士神，而且伫做军队遐，搁早转来因的回批，迄个新仔人搁再一次甲批炸去。即张批也是阮收到因内批的回批，就是等于回批啦吼，也甲因讲，也甲因阁下讲此地事务状况等等详细内容，会当对发信簿看到。有10只航船对此地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坐231个大波载去下日的航母76665斤陆亚34986斤帝王鱼38800斤咸鱼38800斤糖水898斤虾160斤陆亚卡661斤蚵仔42担鹿骨390尾的乌鱼20担巴达米亚的丁15担福尔摩沙的丁870担的胡椒260担的盐126担酥木70担大香木10担木香8担线香9担地麻3袋虎皮2罐乌贼甲2篮具的皮啦吼，而且皮革吼。也有一只航船出航前往片湖，坐15个人载去1911斤帝王鱼170斤咸鱼甲500斤糖水。也有2只小航船出航前往本岛的南边，载14个大波载去13袋盐甲18袋米。3队今仔日有16只航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668个大波甲138个渔人人，再来下日的航母690捆粗纸402担盐2包日本的薰草1752包西南的薰草12个铁的饭锅220斤油30罐三酒40斤白丝20袋麦仔82包面布1万袋虾182支条仔728个烤架是无几色吼1574个梨花哟，这是读花读起来。这个花就是中花的花，加字金字边。我看这里边啊读就是读做花吼，花什么意思？花就是锄头、锄头啦吼。恰坎是杂坎，好花家私的名吼花好1574个梨花梨啦吼牛梨，就是用来你犁物件迄牛梨吼梨花160支木条2490捆的稻罐40袋豆仔170袋米。4篮地米2大包小地果50捆的草草180支油纸雨伞25担的铁我想我手机还是无电较早阁有吼25担的铁3袋钉仔甲20袋茶棒 OK 好剩2分钟，我看觅4月初7拜5。4月初7安尼这后批才去读啊吼，因为这较长一束啦。好，安尼今仔读到4月初6啦吼。4月应该是真紧会当读煞。
无啥物笔记，安尼今仔日读到遮，明仔载休困吼。拄好我明仔载，其实我明仔载即个时阵要搁含台湾搁开会啊吼，还是拄好休困吼。明仔载要含台湾开会，后日就会当搁继续来读即个《咱野城日记》吼。好啦，安尼读到遮啦，感谢各位哦。我最近实在足无闲啊，压力阁足大吼，定定爱甲大家上课啊。好，即礼拜上课即三节课了，就较轻巧啊。安尼礼拜六、礼拜日可能会当休困一下吼，无啥礼拜六、礼拜日加班。好，感谢各位，我要来关房。